八分主吼，这是《论语》的3条公理。有主咱接来讲啊，哦，言古是载我较出讲啊，毋过有主呢，就接来讲啊。哦，因为人家好题比较凡上实践，我凡上比较作来者义之有也。君子无本，不能皮多先，好题啊，才有人之本意。对于好题来做起，后一个咱达到钱的境地，所以这拢是对咱个人入心处世。的这条道路伫讲的啊，这个是伊伫讲的，所以你拢好了甲想，啊，伊个这本册你就好了甲看，哦，实在讲写这本册抄这本册，我嘛用足尽精神去抄出来。我本身唔晓写，我去抄的哦。啊，伊就讲咱伊个家己来看，亲像咧看本册写，安尼看咧会新鲜，哦。看甲你家己会欢喜，安尼啦。哦，财务以道德修身，咱入心处世之道，以入道德啊，以入道德来修身。哦，咱处世之道，毋是要赚足济钱，所以人咧讲，在来这是无半项。死气相守嘛，较怕。有影吗？咱在世间哪面目，死气江山万万人。无影人袂安尼讲。啊，这日在创世歌内面，无影人袂安尼讲，啊，无影人袂流落来。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我去甲体会，以道德来修身，人生要道德。敢有讲钱、金钱、地位啊，应之孙无？哦，积德之家达有余钱，哦，无讲积财之家有余钱，无可能。你看老总统，哦，蒋中正先生，你也看，伊有大无，因后生有大无，甲子因，慢慢拢一来。看好咱去甲体会，过去的大富豪家，过去的大企业家。到尾啊，我咱无，所以道德来修身，个人道德力量之发挥，咱个人道德力量的一个发挥，这一世家庭哦，融洽和睦，哦，融洽和睦，个人的道德力量的发挥，会当使咱这个家庭哦。融合啊，融合合理的这个和睦哦，安尼会当接受这道德，咱的囝、咱的孙哦，互咱这个道德来护教哦，咱的囝、咱的孙来做欢喜，我嘛决定当时啊，拢来做欢喜。我听阮老爸讲，阮阿公足得力、足高义哦。伫因4个兄弟内面，伊拢会晓甲看护、了工厂、工高番尔，伊拢袂从啊会收入来，就阮遐爸公因安尼开本村咧，当讲饲我阿姐互你，哦，阮老爸，伫阮的家庭嘛拢干会做工尔，阮小弟细汉小弟，有一日问阮老爸。讲倒啥？人较早是讲，这个高阳拢业得来插用土地。我老爸讲有咯，咱无。我本来嘛是伫咱西村南一担要来插，要是要插，我就安尼想咧。我若插这个，过来做好，过来种到有人食，恁兄弟拢无需要了。安尼我插这插有啥物路用？哦。讲遐底下特别阮讲遐，就甲人去下，伊就去做工。哦，所以咱爱安尼起码注意，咱爱真正注意，袂使无注意。哦，所以这些道德使咱家庭会当和睦，会当相。所以阮老爸是阮。
阿叔是阮大姑，是阮阿姑，安尼时间拢做大汉。哦，如果阮本身，甲阮老爸讲啊，我若去做遐，我就互恁学死啊。所以到我诶时阵，我出去外口工作，看着咱人学问，拢会当有位，所以我就变足坚持，叫王老明先生了开药房，我就足坚持，互阮诶小弟读书，所以我诶本身就去革命，阮小妹就无法度通读，伊咧读嘛袂晓慢啊，我就甲伊讲阿毛，我就互你读到遮，我就拢前头就拢买烧嘛拢无当烧啊，你莫读。所以阮小妹就要读国校毕业，也毋过足好加载。我甲选一个袂使，足好用啊，足引导。也足认真，开商标到尾啊，阮的对面人咧起厝，我讲逐个拢爱买一间，应该无钱得来接，看人进来拢一间一间。阮小弟甲尾会当讲好加载，好加载阮阿兄咧甲勉励，因啊阮甲真人我都，一间拢2、3千万啊，我都拢买，甲迄个时阵。一间400多万啊，一度加减现金600，剩的拢分期付款600，甲种大家拢一间出来，拢头天的，也嘛拢足欢喜。所以阮小弟讲好加载，好加载阮阿兄，阮阿兄，阮尽可能还要甲写书，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所以哪会当安尼，咱哪会当安尼？咱的国家公治求安，咱个家庭，若咱公治求安，放大就是毋是对国家人吗？对社会、对国家人吗？所以世界就太平就康乐，因为形成，因为咱形成了大学所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英国一个天人家叫做罗素。我伫报纸看，伊讲中国的文化有一套，由个人的修身达到平天下。即句即十个铁仔，自世界有名以来到现在，拢无人得讲。无即个就是孔圣人讲的，所以也是另外，咱来看出咱家己。要真正达到天下大道，咱。做上辈做，所以咱真着认真做。也毋通看见咱家己讲，咱较有法度，只要咱认真去做，就有法度。因此，孔子的这个学说，无不以道德为中心。咱想学道，大拢以道德为中心。你甲看，如孝悌忠信、仁爱礼义，这就是种道德。这若拢每一个人拢用这向这个目标，朝这个目标去做，是毋是？咱的地方无乱车，咱的社会无乱车，咱的国家真正人拢安尼。世界会不会朝那个咱朝这个方面来看咱台湾为目标呢？所以你若甲想，慢慢甲想，你受着心着安，也行咧着实在。所以无不在道德范围之内啊。然道德是一种无形潜在的伟大力量。道德这真正一种无形潜在伟大力量，无形中的无形中的力量。所以呢，我甲王阳明先生。来做生理，王阳明先生伊是较早就是咧拍拳头、卖吊球，无伊足好工超人咧，人迄个骹长去啊啥货，就是咧卖吊。就甲我讲，
我人你若去摇手哦，搁骹手我转啊转啊去，我讲搁去啊要创啊，无我要创啊回来，伊讲无我要创啊，我出来把关头袂可以，无我是要创回来，我讲莫搁拍，你一个人会变做伊搁后讲说，讲你落来生生不息。伊讲迄我毋捌看啊，要安怎开药房？要无你叫我做一做？我讲我无钱啊，我讲我无几钱要甲你做一做。伊讲你叫我做一做，我叫我阿姐甲伊斗做钱。阮老爸迄阵就卖一只猪母，伫迄葫芦边卖一块加人迄落啥，迄落做伙咧在人工2000块。我规个今仔日就是2000块本钱卖起来。阮老爸讲无，我就甲阮老爸讲，你家上，我同你去做，袂要紧啊。王无明先生，我叫咱阿姐甲你斗招，无要紧啊。伊拢甲我招钱，甲我做保证人。人讲含年啊，我也毋捌哩。我伫阮西镇人拢叫含年，讲你含年我也毋捌哩，咱若无呢？若是讲，无伊我甲你做保证人，伊若无，你拢找我拢甲你用。结果呢，安尼看爬起来，我爬起来真正就是安尼，伫我的心里革命去革命的对啦。所以就是即卖，咱毋通看咱家己无，只要咱家己要做，我家己就安尼想。只要咱家己要做，我读国校毕业尔。王无明先生，伊大先生，伊拢摕几本书在看，要转去伊嘛早转，若无早转，我就甲摕来写。下咧我就讲明白啊，身边有先生一看讲，来拄到啦，来拜佛啦。我拄到是要创啊？伊讲我也毋捌啦，你倒来，人就讲互你听。我就叫去，叫去，慢慢啊，我下对起头就是对书开那块，我会兴趣啊，我都毋捌字啊，要看就得金光经我也毋捌啦，看心经我毋捌，我就看起来，还佫有注解，看，但对这本这三性真很浓厚的兴趣。无法度读国校毕业尔，就家己安尼做。只卖就是安尼打出来，只要你真正一步，人讲一步一开，脚踏实地来做，绝对有人会高位。你拢莫甲上足济，上足济就无法度。你就慢慢去行，慢慢去做。咱毋免讲伫道中要做啥货。咱若需要咱去做，咱就来做，安尼尔。咱毋讲我希望要创话出创话，无路用。你若袂做，人前人拜互你，你嘛无法度。像真前人的，我打电话我听人讲，伊讲为出花，我嘛出对喙出来啊，吐喙出来。我讲前人啊，我在咧讲你是要安怎？伊讲对啦，安怎？伊讲你有较好的药，我讲毋免。真为厝的足济足好的药你着照医生派互你药安尼来食，就会好。嘛免开刀见医生的，免开刀啊，足好用的。所以呢，我你呢真正照，心情当轻松的，就会好。安尼，因为即回即个代志，互伊足动脑筋、足伤心的，伊今仔日在前头，所以咱大家爱暗中家祈祷，希望讲上天互伊健康。所以我下昼要转去，咱下叫电话一个老弟咧，我想要来叫伊讲伊讲我人你才毋来啦，来我遮，咱做老朋友啊，老道亲啊，来讲两句话啦。我人时间来甲你讲，所以我记以前较是闹的，后叫电话讲会讨论问题，无安排节目，我来请咱领进士把载下来，我来叫伊讲两句话。伊足爱我去甲伊讲。
国做好的什么都咱大家来做所以讲呢，咱呢，这个道德是一种无形强大的力量，伟大的力量。伊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一种古代感应力。咱现在修行都有一款巨大的感应力，只要这个感应力你做会出来，你做会出来，自然你就后日会成就。一如天怪文言，咱看嘛，孔子讲，一本易经的天怪文言是孔子写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意思是讲，万物生气相同，就会互相感应。就像咱逐个修行学道，心智拢相同，道真会互相感应。像我来，就看咱的前人者伫遐咧泡茶，大家就安尼，同气生气相同就会互相感应。因为人之志气相投，也会相求为朋友。因为大家拢在做这工课，大家听会合，大家讲会出来，那么安尼，咱大家的心情就拢足轻松。这就是有所谓的必有人，也就是道德之人，所有不对无鼓励的原因。真正有道德的人，被鼓励，又诸如天卦、坤卦的文言讲：君子敬以德类，义以奉外。君子呢，真正敬的心长出来，所以心就得力。人讲一条肠通到尻川里，以内以外的乌白相。想若过乌白相，想到一道你要怎啊话？拢毋通乌白相，见相就是道德，见相就是经典。过去人安怎做，咱即摆就安怎做。你甲看，老子就是讲顺好人呀，做好人呀，有为者会读书。所以咱老子呢，伊咧讲话甲孔子甲伊学落的物件，我拢甲背过，拢甲写起来，沿落起来看。我感觉讲，伊咧讲安尼真正，伊讲顺好人呀，不好人呀，顺嘛是人我嘛是人有为者会读书，嘛要传安尼做，我后日嘛传安尼敢有影无？有影，伊成就了学生所以咱来了解，咱来了解，会使无了解，所以呢，义义敬义德，义亦不可。你外表有敬，内中有义，心甲德拢行做伙，你的德就会高。意思是讲，一个君子内有敬心，外以道义，与人接触，相接。那么别人也以敬心甲道义来相应，这也就是德不高，正有本章的意义相同。但是即摆，咱就来看，用伫来看，从这个动作小说甲看，看了搁再看，看了搁再看。我前西征，民国36年来高阳，民国60年来高阳，一本史书，有人日，有人死，有人日的，我就是咱摕来念。阮太太讲，你迄本册咱也看袂厌咧，我看袂厌，我拢看拢新鲜，真正有影。所以呢，之外，咱朝一个目标，咱有法度像讲佛菩萨安尼，毋过咱有法度通做做圣人、甲贤人、甲君子安尼。所以咱就朝这个目标去走、去看、去效法，咱后日本来是安尼。过来25章，主要法
事本属事足的，朋友属事疏的。奉事咱的国君，咱的勇将，若甲劝劝伊若毋听，一遍两遍三遍毋听，咱就勉强搁去甲讲，安尼若继续甲讲咧，伊会发脾气，伊家己会歹势也发脾气。对朋友嘛是相像安尼，所以有机会，咱若有机会，再过来甲讲讲。所以孔夫子即集即集是安怎摕主由摕主由讲的话来做伊的这篇的结尾，所以这是生性修持的另外一方面。虽然听人之道理所当然，但是要讲究方法。所以咱研究孔子的学说，从的教人生下决断，才知道，才知影讲做人真不容易。的确需要多体会经典甲历史，多体会人生，然后咱大家做到处处必如是，编排必如是，这是重要讲的啊。偌困难就来做，偌流利，咱就会来定安怎做。随时随地基地留理人，基地留理人的境界。理人为理，特不处人，特地有一定爱记哦。心家是理人的所在，慢慢走进去。所以这是主由到世间人书本教育的方法。个人认为，本性朋友拢是并相结合。较早的人认为讲本性朋友拢是并道理来结合。神侍奉国君，朋友之间相对待有一个相同的道理，就是主为前过出，但必须要以礼相敬，不可过分干涉别情。所以咱传统一个朋友，一个同亲，伊毋听咱讲的话，咱毋能足直接讲甲互伊听咧足艰苦，咱来慢慢来讲。我记到了王和平先生交我拢做做伙。要困，以前伊就安尼讲，我咧困咧，伊嘛搁咧讲。我咧困，伊嘛咧讲。爱这样跟咱讲，你要困，我讲你来想我继续在讲你咧烦咯。伊就有咱善良人嘛，我嘛是善良人。两个人拢去我伫迄楼顶顶迄个架仔底倒地困一去就是倒了啦。也袂徛一啦，徛到同真正有影。阮就是做，人讲患难相扶持啊，阮就是安尼尔。伊要去澳洲开要招我分财产，我讲你去做啦。我到厝趁钱分你开，你去做，伊讲毋爱，我来去做，好，爱平分嘞。无我若去做，我即回啦，出去，我要亲像方明先生，不成功便成，做不起来，我嘛无想要转去。无人爱讲我好命拢开业绩，所以不得已无法度，伊的确要听，我毋听，伊的确要听。好啦，要听来听，好啦，要听。听，不得已我要听。无我毋知要做啥，我的确较即下做诶，伊就不要做出去就无法度。所以个人认为，本身朋友拢是以道理来相结合。咱姊妹
但今仔日做伙拢是与大自相结合啊，所以咱袂使主观，咱袂使自有规则，过身的咱一定慢慢来，慢慢来，袂使过头积极，否则会自取罪辱，令反被朋友所烦除此以外，另外可以不可过分来bin數过分bin數壓力嚟嘅，袂使bin數嚟过分壓力，即個壓力係講堅持你嘅完成。所謂上高不忝，下高不動，也是姊妹，咱一定愛咧前文後理，要甲款去無要緊，愛咧前文後理。神各有險微不分，朋友各有無同，也可能交替不足，亦必所願，咱袂使過分。朋友嘅情10分現在就5分爾，袂使你10分用甲了，安尼迄個情就無去啊。那麼咱若安尼呢，可能交替不足，較必所願。相反，如果不利道義才相結合，旨意態度來顯微而言語完色亦態度親熱，而言語甜蜜，最後就會造成關係破壞、交情的斷絕、感染偏袒風。主講文有主言，中確以善得志，不可直指而自足。主講問孔子，講交朋友要安怎相處？孔子講，中確以善得志，盡忠用心來甲伊勸告，來慢慢善得志。因若伊唔聽，不可直指，愛聽門路，不可自足，唔通規個腹肚內物件倒了，也是後日的三善了，伊歹勢，從見笑反受氣，咱來注意。正有本章的部分意思相同，甲本章的部分意思相同，所以咱來看聖人所講的話，來做咱這回修身的保障。這屬實的代志啊！聖人講這話留2000多年，咱攏把留出來，表示有咧價值佇咧，無迄個價值，咱2000多年攏把留出來。是咱若好體會聖人的心，無咱會早就來，來到下晝我嘛毋是大學教授，你咪來聽我講，我只是一個淺淺的理來講出來，大家做參考。要講上深，我是無法度。所以希望講咱借着這物件，會當慢慢去來體會。即擺來講，公益中第5章，注意公益中可取。雖然在設之中為之最啦，以其主切詞，這字是兩音，一音頭是講可取的切，後邊一音叫做以其主切詞，切就是講會使寄互伊，切就是講會使寄互伊做某。這論語這事實人經過老師修過，袂使。